大家好，今日我要同大家深度分析即將嚟緊嘅2026年財政預算案，特別係關於大家最肉緊嘅伴娘、長者生活津貼、生果金，以至傷殘津貼嘅最新消息同埋詳細嘅金額討論。我知道市面上好多消息滿天飛，一時又話派錢，一時又話庫房無錢要縮皮，搞到大家好亂。今日我就會用最貼地、最詳盡嘅方式，同大家逐一拆解。特別係網上流傳緊話已經有伴娘派發日期呢個說法，究竟係真定假？如果你係等緊呢筆錢開飯，或者幫補下家計嘅，今日呢個詳細分析你就絕對唔可以錯過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目前嘅時間點同埋大環境。而家已經踏入2026年嘅2月份，按照慣例，財政司司長好快就會係2月尾，通常係2月最後一個星期三，發表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。咁點解大家咁緊張呢？因為過去幾年，雖然經濟環境麻麻地，但政府多多少少都有派糖，即係大家都熟悉嘅出雙糧或者出伴娘。所謂嘅伴娘，其實就係額外發放相當於半個月金額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、高齡津貼、長者生活津貼或者傷殘津貼。對於好多依賴呢啲津貼生活嘅嚟講，呢筆錢雖然唔係話發達，但絕對係及時雨，可以用嚟飲多幾餐茶，或者買啲日常用品，甚至係用嚟睇醫生。所以大家對於有冇呢半個月糧係非常之着緊嘅。咁究竟今年2026年有冇機會派呢？我哋要客觀啲去睇個庫房狀況。大家都知道，過去幾年政府嘅財政赤字都幾嚴重，賣地收入又唔係好理想，印花稅過時又靜靜地，所以財爺早前都已經開口講過好多次，話要睇餸食飯，暗示大家都唔好對派大糖有太大期望。不過，雖然話要慳，但係基層同長者嘅福利，通常都係政府最後先會喐嘅一塊。參考返2024同2025年嘅經驗，就算赤字過千億，政府最後都係決定維持派伴娘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物價真係貴咗好多，去街市買斤菜，去茶樓食個包，價錢都貴過以前，通脹係實實在在發生緊嘅。如果連呢半個月糧都cut埋，基層市民嘅生活壓力會好大，社會怨氣亦都會增加。所以，綜合各方面嘅消息同埋政黨嘅提議，目前最大嘅公約數，或者話最理性嘅預測，依然係維持發放伴娘。也就是說，雖然未必有以前好景嗰陣時嘅雙糧，但係半個月嘅額外津貼，成事嘅機會係相當高嘅。好啦，講完個大趨勢，我哋就要嚟計下數。究竟如果真係派伴娘，實際落到大家袋會有幾多錢呢？因為每年嘅津貼金額都會按照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去調整，所以2026年嘅金額肯定會同2025年有少少唔同。我哋先講講最多人拎嘅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大家成日講嘅長生津。長生津分咗做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兩樣。不過自從2022年合併咗之後，而家主要都係講緊嗰個統一之後嘅高額津貼，只要你資產符合資格就拎得。假設2026年嘅通脹調整幅度大約係3%左右，我哋嚟推算一下，如果你係拎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嘅，原本每個月大約係4000幾蚊。具體啲講，如果按照2025年嘅水平再加少少，去到2026年，每個月嘅標準金額好大機會會去到4200蚊左右，甚至可能係4210蚊至4250蚊呢個範圍。為咗方便大家理解，我哋暫時用4200蚊嚟做個預算。如果財政預算案宣布出伴娘，即係話你會額外多拎半個月嘅錢，4200蚊除以2，即係2100蚊。咁樣計落，係派錢嗰個月，你原本嘅4200蚊，加上額外嘅2100蚊，你總共會收到6300蚊。呢個數目對於好多嚟講，都係一個唔錯嘅數目嚟㗎啦。當然，實際個數字要等社署正式公布個通脹調整率，可能會係4195蚊，
又或者係4205蚊，但大數離不開呢個範圍。至於如果你係70歲以上，唔需要資產審查，拎緊高齡津貼，即係大家都叫開嘅生果金，個金額就無長生津咁多啦。生果金嘅原意係俾長者少少零用錢，表揚下大家對社會嘅貢獻。去到2026年，生果金嘅金額預計大約會係1600幾蚊左右。如果你係拎生果金嘅，半個月糧即係大約800幾蚊。雖然800幾蚊聽落唔算好多，可能只係夠買幾餐餸或者同孫仔孫女飲2餐茶，但係有好過無，大家都係一種心意。所以如果出半糧，你嗰個月就會收到1600幾蚊加埋800幾蚊，總共大約2400幾蚊落袋。除咗長者，仲有一班朋友係拎傷殘津貼嘅。傷殘津貼分普通同高額兩種。普通傷殘津貼預計去到2026年，每個月大約係2100幾蚊，咁半糧就係1000幾十蚊左右。如果你係拎高額傷殘津貼，金額就當然會再多1倍，每個月大約4300幾蚊，咁半糧就有2100幾蚊。呢啲數字全部都係基於機制調整之後嘅預測，雖然未係100%準確嘅官方數字，但係誤差唔會太大。大家可以用嚟做個參考，心裏有個底，知道嚟緊如果真係派，大約會有幾多錢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，亦都係今日標題講嘅重點，究竟幾時派？網上有啲人話3月就派，又有人話即刻有得拎。其實呢啲講法大部分都係誤解，甚至係假消息。我哋要明白政府嘅運作流程係非常之講規矩同程序嘅，唔係財爺今日講完，聽日會計部就過數俾你。我哋嚟梳理一下個時間表。首先，財爺會係2月尾，通常係2月20幾號，係立法會宣讀財政預算案，係嗰一日，佢會建議話我哋今年會向合資格人士發放半個月嘅額外津貼。注意，呢個時候只係建議，筆錢仲未批㗎。跟住落嚟，成個3月、4月，立法會嘅議員就要開會去審議呢份預算案，大家會辯論下啲錢用得啱唔啱，有冇地方要改。通常呢個過程要搞幾個月。根據過往咁多年嘅經驗，立法會通常會係5月份左右正式3讀通過撥款條例草案。一旦條例草案通過咗，即係話法律上批准咗政府用呢筆錢啦。咁政府各個部門，包括社會福利署，先可以正式做嘢，調動資金，同埋更新電腦系統去安排過數。所以，如果你聽到有人話3月就有半糧收，你大可以同佢講，唔好聽人亂講啦，邊有咁快啊？最快，通常都要去到5月尾或者6月初。如果我哋參考返最近這2-3年嘅時間表，多數都係6月份左右發放呢筆額外津貼，有時候甚至因為行政程序或者假期關係，會推遲到7月頭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係度計緊幾時有錢用，我建議你個心理預期設定係6月份，即係話你係6月份本身該拎津貼嗰日，你會發覺戶口入面多咗一筆錢，嗰筆就係傳說中嘅半糧啦。至於係分開2次過數，定係一次過入晒總數，社署通常會係發放前出一份新聞稿解釋清楚，但多數情況下，為咗方便，都會係同一個月份入俾大家。講開又講，除咗幾時派錢，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資訊大家經常忽略，就係資格問題。雖然而家講緊2026年嘅安排，但係資產限額嘅規矩大家都一定要時刻留意。特別係拎緊長者生活津貼嘅，我知道好多人都好擔心，驚自己銀行戶口多咗少少錢，或者買咗份保險就會超額，搞到連原本個津貼都冇埋，咁就真係得不償失啦。以2026年嘅標準嚟睇，單身人士嘅資產限額大約會係40幾萬左右，準確啲講，可能會係41萬或者42萬呢個水平。記住，呢個資產係包括你銀行入面嘅存款、手上嘅現金、股票、債券，同埋最容易中招嘅有現金價值嘅保險計劃。
你住緊層樓，如果係自住嘅，就唔計資產，你個骨灰位都唔計。但係如果你由仔女度收到一大筆家用，儲儲埋埋係銀行，一旦過咗40幾萬呢個界線，你就一定要同社署申報。如果唔係，一旦被查到，除咗要嘔返啲錢出嚟，仲可能會有法律責任。如果是夫婦一齊申請，個限額就會係60幾萬，接近70萬。所以係等緊伴娘嘅同時，大家不妨都 check 下自己個簿仔，睇下有冇超額。特別係如果有仔女俾家用，或者做節收到利是錢，雖然係開心事，但如果咁啱令你資產超標，就要諗下點樣處理。例如用嚟裝修下屋企，買啲必需品，或者用喺醫療上面，令到資產水平維持係合資格嘅範圍內。呢啲都係好實際嘅操作，大家要醒目啲處理。另外，亦都有啲問，如果我係預算案公布之後先申請，有冇得拎呢伴娘啊？呢個問題問得好。通常政府嘅規矩係，你必須要係某一個合資格日期之前已經成功申請，或者正在申請途中並最終獲批，先至有份。通常呢個日期就係立法會通過預算案嗰一日，即係話，如果你而家仲心大心細，未去申請長生津或者生果金，但你覺得自己符合資格嘅，我建議你唔好等啦，快啲去搞。因為如果你拖到6月先去申請，咁你可能就會錯過咗今年呢次派伴娘嘅機會㗎啦。早申請，早享受，而且仲可以趕得切拎埋呢個額外嘅福利。講返轉頭，點解我哋今年要特別討論得咁詳細呢？因為2026年嘅經濟環境真係比較特殊。一方面，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，拎生果金同長生津嘅人數每年都係倒升，政府嘅負擔係重咗嘅。另一方面，勞動人口減少，交稅嘅人少咗，庫房收入受壓。係咁嘅情況下，坊間其實一直都有聲音話政府應該要檢討下啲福利，甚至有人提議要收緊資格。雖然暫時嚟睇，政府未敢喐長者福利，始終長者係社會嘅基石，亦都係最需要照顧嘅一群。但係居安思危嘅心態，我哋都要有。所以我哋喺度討論伴娘，唔單止係講緊多幾千蚊嘅問題，而係反映緊政府對於基層支援嘅力度。如果今年依然順利派到伴娘，咁證明政府即使係財赤之下，依然願意守住民生個底線。但如果我係話，如果有萬一政府突然宣布唔派，或者將伴娘縮做4分1糧，甚至係完全取消，咁大家就要有心理準備，未來嘅日子可能要更加慳啲使啦。不過以目前嘅風聲同埋政黨係背後嘅推動，取消嘅機會係微乎其微嘅，大家可以稍為放心少少。仲有一點想提下大家，就係防騙。每逢政府話要派錢，或者有新津貼消息，就會有啲不法之徒出嚟揾食。佢哋可能會 send SMS 俾你，或者打電話俾你，話係社署職員，話要核實你戶口資料嚟派伴娘。各位千祈要記住，社署係唔會隨便打電話叫你俾密碼，或者叫你撳條 link 去入資料嘅。所有嘅津貼，如果你本身已經拎緊，政府係有你戶口資料嘅，佢會自動過數，唔需要你做任何額外嘅嘢。如果你本身冇拎開，就要親身去或者填表申請。如果你收到啲奇怪信息，話你中咗獎又有，話你有津貼未拎又有，記得要同屋企人商量，或者打去社署熱線問清楚，千祈唔好亂撳俾資料人，保住自己個錢袋最重要。講咗咁耐，我哋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資訊。第一，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好大機會會維持向合資格人士發放伴娘，即係額外半個月嘅津貼。第二，發放嘅時間唔會係2月或者3月，最快都要等到6月份左右。第三，金額方面，長者生活津貼高額年伴娘大約會有6300蚊左右落袋，生果金年伴娘大約有2400幾蚊。第四，記得留意自己嘅資產限額，唔好因為少少錢而超標。其實講到底，政府派糖當然係開心事，
但係長遠嚟講，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。有咗健康，就算係食清淡啲，日子都係開心嘅。如果冇咗健康，俾幾多津貼你都無福消受。所以係等緊政府派錢嘅同時，大家都要多啲做運動，保持心境開朗。呢筆錢當係政府請大家飲茶又好，幫補下電費又好，平常心對待就得㗎啦。嚟緊如果預算案正式公布咗，確定咗個金額同埋派發細節，我會第一時間再拍片同大家詳細跟進。如果你想第一時間收到最新、最準確嘅消息，唔好聽埋啲道聽途說，記得要留意住我哋嘅資訊。我會幫大家睇10份預算案，將最複雜嘅文件翻譯成最簡單易明嘅廣東話講俾大家聽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差不多去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，或者令你清楚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，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呢條片，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屋企人，等佢哋都唔好俾啲假消息呃到，個個都清楚明白幾時有錢收，收幾多錢。最後問下大家，你哋對於今年嘅財政預算案有咩期望呢？你覺得派伴娘夠唔夠？定係你覺得應該要派消費券實際啲？大家記得保重身體，天氣乍暖還寒，着多件衫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